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9月30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今仔日早起，咱要先来看欧洲年度的大代志——华沙安全论坛。咱台湾头一届有外交部长受到邀请去参加。外交部长林佳龙伫咧论坛演讲，伊讲希望台湾甲欧洲合作，阻挡中国甲罗西亚等等的威权扩张。外交部长林佳龙最近第2遍访问欧洲，这回应邀参加第12届华沙安全论坛，并且发表专题演讲。参加欧洲年度的重要安全盛会，林佳龙讲，即马正拄好是欧洲甲台湾做伙阻止威权扩张的关键时刻。Taiwan can help amplify Europe's industrial might and remarkable capability for innovation. Taiwan, with its prowess in advanced semiconductors and electronics, stands ready to serve as a key enabler, helping to amplify the strengths of European leaders. 林佳龙强调，强化全球供应链韧性正重要。台湾会当协助欧洲发展半导体加 AI 产业，伊希望欧洲各国加企业会当进一步深化对台湾投资，也点名中国、罗西亚、伊朗加北韩等威权政权已经形成动乱轴心，民主朋友爱做伙建造一条辉煌供应链。事先就宣布，你等于说很明显的波兰他不担心，来自于中国的一个抗议。那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外交的突破。这边论坛也邀请咱国的现役将领、国防部情报室处长谢立生，伫欧洲战略基础建设的欧洲洞察场次，甲美国特约海军少将摩根马蒂邀请前北约欧洲盟军最高统帅布里德罗佛等人共台会谈是较罕见。军事的合作或是交流，基本上是属于比较敏感的一环，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可能是比较新的发展。林佳龙也伫演讲时阵讲，欧洲也正拄到罗西亚威胁关键基础设施的挑战，这甲台湾所拄到的情形正同款。因为中国一直用普设地带建设、网络攻击加军演，想要破坏民众对政府的信任。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普遍拢正好天。东半部的高温差不多31度至32度，西半部是33度至36度。尤其是大台北地区、甲中南部较往山区的所在，温度可能会到36度以上。咱来看温度。气象署今仔日针对台北、甲新北发布高温的资讯，拢是柑仔色的灯号，提醒大家若是伫咧外口，茶都要加啉寡。若落雨方面，过到南部甲其他的山区会落西北雨。因为对流是不了旺，有的所在可能会上大雨。提醒民众，若是过道要出门，都要会记哩早雨伞或者是雨伞，嘛要注意天气的变化。花莲光复乡有100外个受灾户洪安置伫咧大正国小，原底是考虑学生到底要开始上课啊，所以叫灾民都来刷走。不过，这个消息一个出来是引起众人的不满，落尾手这个政策，县府决定打动。另外，中央提出灾民带旅馆补助的方案，敢若有20个人有意愿。主要是因为家园爱护原，灾民要是希望会当赶紧整理，量早回去厝里。学校大礼堂看完简单的床架啊，满满的受灾户只会当困涂骹，多数人透早就起床，登到厝里去摒扫。也毋过大正国小收容所要被暂定安置。大正国小这处收容据点安置了数百位的灾民，但校内却贴出公告，要求在29号开始搬离。表明这个通知讲是考虑地区的囡仔特别复学上课，爱停止收容。也不过政策也不到1日临时法庭。这又是学校，你学生如果想要回来上学，又要再赶人了。你把我们迁过去，然后那我们怎么回去？说小孩子要上课来讲啦，那谁要接送？花莲光复乡在后第7日，当地客家清理也未完，真侪灾民有厝无法度转去，中央也提方案，补助灾民住宿每人每日上悬2000块，上长会当住14日，也毋过补助上路了后，根据目前统计，就有20人有意愿。目前7+7上路3天来说，因为我们需要每天等待社会处以及原民处造册有意愿转移的灾民，那目前来说，我们只有大约转移20人左右。
当地旅宿工会继续协助暂时收容，同时配合志工大房。也不过使用补助方面，政策已经开始3日了，初步成效并不明显。他可以把这个钱省下来，可以做其他的事情。对，我们宁愿住在这边，好随时去整理自己的家园。是最后呢，其他我们自己要负担了。对。对，所以像连工作什么都没有了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了，那怎么办？补助上济14日有灾民认为，一直搬来搬去，不如提供长期安定住所，也有受灾好环境。虽然第一良善，也过更加希望用伫灾后复原，和登记厝的地址别个向里慢。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日白时阵有组织义工要送食材入去到灾区，不过说是去互警方抓落来。针对这件代志，花莲县府讲会检讨，也那昨昏嘛宣布讲有订25000粒的便当分配来配送。排骨伫油店内底指甲香港讲，总破西煮食双手拢无停过，食饭时间一个到，民众甲志工拢来排队。刚好国小甲马太安中路教会这所在拢有义工煮食团。我们大概今天准备了多少份啊？哦，1-2千份有。这2天是不是有遇到那个食材上不来的状况？有，昨天被挡在外面上不来。今天做饭还顺利吗？物资上来还顺利吗？可以，今天超忙。有类别听讲，包含义工煮食团这物资车防阻挡引发民怨，官府也系实地讲，因为交通生态严格管制，今嘛确认参加救灾会随放行，避免搁再有延误送到位的情形发生。义组团的物资会顺利进入吗？针对了整个光复市区的那个交通有重新做了一个设置，只要经由那个我们公告的路线来做通行，都是没有问题的。花莲县政府离岛也讲，已经将按25000个便当来供应灾区，中昼到暗时分配来配送。中央也由农粮署支援，每天准备便当送到指挥中心，再搁由国军甲志工协助赶紧分送。中昼是12点半，暗时是6点左右来发放。海巡署甲花莲县府人员也用卡车巡回方式，伫光复国小附近来发送便当。有受灾民众讲，这是过去6天以来头一摆领到便当。第一次拿到啊，第一次啊，在6天对啊，都自己买，都自己买啊。真侪志工来到花莲，交通部观光署也伫光复车站设置志工的资讯站，然后有大需求会再去现场来登记。原本另外提供线上登记，也不过确实做到部分民众误用，真侪旅游有大使用。想要住宿的人宣导，如果你不是志工的话，应该优先礼让志工能够来住宿的需要。5:06那边没等到，下一班是5:46，挤不上去。为了应付这个救灾需求，台铁公司也宣布，光复站闸门全开，提供旅客入站的坐车证明单，免排队买票就使直接上车。了后，再搁到回程车站补票就用的。连到最后一天，真侪志工必须爱登记上班上课，就惊减少这侪人力，和中间脚步更加困难。后续复原进度也真受大家关心甲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大水退了后，花莲光复乡要继续伫咧摒扫。有民间的车厂出动拖车来倒三工，不过因为真侪要倒三工的人拢塞车去，地区爱心的车队甲大型的机具拢塌掉咧，甚至爱有通行证才会当入去，这是引起真大的争议。那花莲县府是讲会看情形来开放通行，而且嘛希望大型的机具会当继续进驻来倒三工清理。拖车一台接着一台将光复市区遭洪水吞没的车辆拖到大农大富的暂置区，可以看到有许多车辆几乎都是已经全毁，身上都是泥流、泥巴，车辆也都压扁。车一台煞一台排伫空地啊，有的外观严重变形，有的顶悬拢交通的沟啊。花莲光复乡持续清理作业，几600台雨水冲歹去的车本来卡伫市区，车商甲民间加入免费协助清理。那目前的话，至少是先投入1周，那滚动式调整，那会针对整个重灾的范围内，影响救灾行动跟那个通路的车辆，那不分品牌优先拖掉。有车厂出动6台拖吊车协助，目前大龙大富已经放差不多160台车，一定会当放到200台。不过后续车主要安怎顺利处理报废车，这是一大难题。那总共昨天投入的一个机具是229台。人力是403人，那清除垃圾量是5586公吨，有部分的家户已经都把那个都清掉了。
新闻行动持续，不过即马真侪人甲车拢拼入来救灾。江河市区传出有大型重机具无倒入来，爱有证件才会当通过，引起争议。对这代志，花莲县政府解释，是因为江河市区的路上细条，维持单向通行管制，以现场环境看交通状况开放通行。抓斗车以及我们运的资收车，这些都是需要的。然而，未来还需要的就是洗沟车、清沟车，还有稀泥车，以及我们洒水、洗街车这个部分。花莲县政府是讲，也是真欠缺大型机具，包括山鸟、叶仔车、怪手等，拢欢迎打电话予县政府专线，嘛大文征求各界协助。讲复原工作也是真艰难，望志工团体会当持续投入，赶紧予江河乡的风景会当搁看得到。记者采访报道。各位乡亲，所来咱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美国商务部长罗德尼克日前讲，中国想要夺取台湾的野心愈来愈明显，所以美国袂当想过靠势台湾的半导体，就要推动美台晶片产能一平一半的方案，而且会拍拼来说服台湾。来看自由时报，根据监察院调查的报告 ，TikTok 会收集用户的个资，放伫咧中国，这是严重威胁到国家的安全。行政院讲会参考其他国家的做法，来决定敢是要限制民众使用。过来看中国时报，开学了后，A 型流感的疫情滚价，主要的病毒株目前是以 H3N2 为主。专家讲，这个病毒是流感中重症比例上悬的，国家上悬底 H1N1，今年秋冬流感重症死亡的风险可能会加悬。继续咱要来看台北市公馆医权改建，即马已经开放通车。不过，因为医权拆掉，有的民众路甲运作的模式也无讲真实，所以驶落是淡薄仔惊。台北副市长李树川有去现场视察，嘛讲上班日才是真正的挑战。伊到外边声一声，煞一声，暗过眼前这台车丢拄一个向前验着，退后验着，就安尼卡伫路中。台北市公馆医权修改工期经过17天，进度达到98%。预告早起6点正式改造正交路口，搁开放通车。第一天上路驾驶有点仔乱，过路人甲汽车骑士也拢需要时间来适应。往万隆那个方向的，还是往永和那个方向的，都会需要再重新安排一下自己上班的时间。目前还不是很清楚，还是习惯旧的那种。像这一条斑马线刚刚经过，就是还不太熟悉。通车第一天，车驶到路口，拢明显放慢车速，对专心为标线行。除了如福和桥往罗斯福路方向骑车爱两段式倒换，其他骑车拢会直接倒换。不过也是会大专区提供予唔敢直接倒换的骑车用。其实不管这个东往西，其实它是可以左转。那这个本身北往南，它也可以左转到基隆路。那原则上这个可能大概习惯上还没有改变，我们会来再做一个先导。副市长李树川到现场巡视车流状况，伊表示30上班日这是真正挑战。市府已经准备好会增加人力协助速度，同时调整后置时间，因应可能的车流状况。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往来关心国造畅水南海鲲号，目前要咧测试的阶段。不过主要咧推动的黄曙光，说是甲国安咨询委员的这个职务来失调。因为海鲲号海顶测试确定会延期，所以外界都咧诱讲黄曙光有可能是用失职来负责。国造将舰海鲲号还阁伫咧测试的阶段，但是总统府证实，主要推动的人黄曙光请示国安会咨询委员，10月7日生效。黄咨询委员因为家庭的因素，向总统请辞国家安全会议咨询委员一职，总统几经未留，最后免予同意。黄曙光2016年升海军司令，任内处理包括将舰原型舰合约设计、细部设计加造舰等作业。2021年退伍接国安会主委，加将舰各组调一人。但是2024年海军号停工测试最后阶段是调一人，这么个是主委完成阶段性任务。争取到友盟国家提供红区装备，对前舰来讲是最重要的关键装备的部分。因此，
黄曙光先生他已经完成阶段性的任务。因为这么海巡署只敢完成3遍海上普航测试，困难度国家环的监航等测试也未开始，决定无法度伫9月完成海测。外界认为，黄曙光这个时阵时，可能是要负政治责任。本来11月要交接的海巡署，怎么可能会变？应该是会做最后一次潜伏航的所有完整的测试。那后续之后的海测会由浅到深，那安全把它顺利的完成最重要。如果真的有超过11月，我想合约上面都有相关的规定。大船讲，后这边的普航要验证海巡署的监航条件。会伫咧安全考虑下，暂不完成规划。想办法把东西摆上去以后，再来想办法整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困难，而且也一个高风险的。这整合的问题，我在猜，大概一直在困扰着这个专案。将监体系出身的前参谋总长李希明认为，咱国即马拄到系统整合困难的问题，不过也是希望各组将监会让顺利承载国军的防卫力量。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来看，普洛伊风台2到半暝伫咧越南中北部沿海登陆，海涌有甲8米悬，造成13个人死亡，46个人受伤。另外，越南政府嘛甲25万的沿海的居民疏开，而且4个沿海的机场嘛拢总关起来。迄阵伫海面浮溺沉的救援人员赶紧去救援，根据了解，有9人互救起来。风台普洛伊以每点钟117公里的速度，2到透早伫越南中北部登陆。越南气象预报中心表示，到10月初1，北部甲中部省份的降雨量可能有600毫米，雨水位可能会涨9公尺悬。所以，越南政府计划撤离25万的沿海居民，包括岘港的21万人、顺化3.2万人、更替城市豪情1.5万人。另外，包括越南第3大机场的岘港国际机场在内的4个沿海机场，拢已经关起来，还有超过200个航班被迫取消，也是已经改降其他所在。Đánh mạnh quá ghe cộ nó banh hết trên rồi, giờ ở đó cũng chịu chết thôi chứ về rồi em cố gắng bơi vào cho bằng được để kêu cứu hộ. 大水甲路拢淹去，佮因为风真透，铁厝的厝顶规个掀起。越南拢总动员11.7万个阿兵哥来救灾。根据越南官方媒体报道，一个婚姻人互大水冲去，煞渡水死亡。 Quá khủng khiếp và nói chung 38 năm trong cuộc đời giờ mới thấy một cái cơn bão nó to và giật mạnh như thế. Cả đêm ngủ là không ngủ được, đùng cả đêm. Cửa kiếc chỉ là sập giật cả đêm nên là cảm nhận của mình thì thấy nó quá ghê gớm, quá sức tưởng tượng. 因为一礼拜来有2个风台侵袭亚洲，带来严重灾害。教宗良14世伫圣伯乐广场为灾民祈祷。In questi giorni un tifone di eccezionale forza si è abbattuto su diversi territori asiatici, in particolare le Filippine, l'isola di Taiwan, la città di Hong Kong, la regione di Guangdong in Vietnam. Sono vicino alle popolazioni colpite. 根据越南灾害管理局的报告，到目前为止，普洛伊已经造成245栋厝受损，挖卖1400公顷的稻田甲其他农作物因为浸水烂去。 今年1月至7月，越南因为天灾导100多人死亡，还是失踪。那是去年9月的摩羯风台，也过600人死亡，佮造成越南33亿美金的经济损失。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过来看，因为伊朗唔遵守协定的协议，所以联合国重新启动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历史伊朗平均的物价年增率有到37.5%，其中胖甲米笑是起94.3%，也那菜色果子是起超过7成。 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中央大市场，甲往日同款人真多。伊朗清政府的英文报纸《德黑兰时报》引用的官方统计指出，9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比8月起3.8%，不过甲去年同期比起幅达到45.3%，也将2025年平均通膨率扭转到37.5%。 民间的网络媒体伊朗新闻网是进一步分析物价结构，发现食物杂货甲服务业的起伏拢伫58%左右，其中红看做是主食胖甲购物起伏超过94%，是带动物价压悬的主要动力。
欧美以伊朗无遵守协定协议、过量和过度提炼、高度浓缩铀为理由，决定重启制裁措施，在伊朗民间引起两极化欢迎。توی مذاکره بودیم که حمله کردن اینا هیچ چیزشون قابل اعتماد نیست نه قراردادی که باشون می‌بندیم نه مذاکره هیچ چیزی قابل اعتماد نیست早伫联合国安理会造成国际进程，以色列甲美国先后空袭伊朗的核电设施。伊朗是以记者和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 这篇检查进步作为初步回应。It remains unclear just how Iran is going to react to this. Some within the country have said that Iran should withdraw from the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 Others have hinted that Iran could rush towards a nuclear weapon. 半岛新闻新闻网的分析认为，欧美制裁确实对9成以上的伊朗民众生活造成真大的冲击。也毋过，伫掌权的强硬派间中，重启制裁会当讲是拄下因的意，会当就此宣传欧美无法度信任的讲法。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佫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总统川普今仔日伫北京，甲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讨论加沙走廊的局势。有共识了后发布和平的计划，不过要听候哈马斯表态。伫这计划内底，嘛有讲到巴勒斯坦人未封闭都要离开加沙。川普今仔日甲国会两党的头人见面，讨论安怎解决联邦政府资金的问题，终其尾并无达成共识。咱副总统范斯讲，政府准备爱关门，而且甲这责任拢算伫咧民主党的头壳顶。参与民主党的领袖苏表示讲，双方的看法是真无共款。来关心马达加斯加发生几啊届大规模的示威，抗议直直停水停电了后，今仔日因总统宣布解散政府。联合国讲，这届抗议的行动至少造成22个人死亡，超过100个人受伤。镜头转来咱国内，花莲马太安溪的崩山湖，目前这内底的水虽然是存差不多600万吨，不过即嘛还是红色的警戒。前内政部长李鸿源讲，目前应该是无即时的危险。另外，一直拢有咧监测的阳明交代团队，嘛甲这一届做大水相关监测的资料公开，希望互政府会当当作未来防灾参考。为林保署的及时监控画面会当看到马太安溪崩山湖的水量比进前更较降，目前8点关度82公尺，村的水量610万吨。由原维持红色警戒，内政部里搞举办崩山湖防灾检讨会，卖事件别讲现象可能造成二次灾害的前内政部长李鸿源强调，别讲现象的问题大大降低，目前无啥会水有风险。不太会有一些很立即的危险，因为目前的这个渗流的状况，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好的现象。610万吨的水，那这个水当然包括泥沙哈。可是呢，下一次的台风或者是气候变迁，或者是地震，会不会引发有其他的相关的这个效应？伫马太安溪桥水头，假设为地动信号测站的阳明交代团队或者刘维安公布崩山湖溢流的时，感觉信号甲崩花大水的相对关系。2点54分的时候，微地动已经产生了预警，那所以从预警走到水流已经接触到想要保全的这个区域，大概有20到30分钟的预警时间。刘维安解释，23下到2点20分监测到最为开始下水降低，是第一波警戒信号2点54分为地动站的信号回传，显示激烈跳动3点12分，系统内看到大水当日经过北华测站3点20分，马太安桥的最为低信号中断，强调透过多重监测工具等于公布监测溢流的水况。另外，下只油警频繁了一般河流涨起来干扰救灾。比较担心的就是其实一般的河川溢淹啊，现在主要是光复堤防目前是冲毁的状况，部分河水是会往市区。刘维安同款事件，水尾河床已经封贴管，河道相对较会吸察到，雨量无大也可能造成灾害。未来只要有规模无大的崩旱，都可能产生二次崩山湖。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花莲公路发生灾情了后，各县市的消防局是赶紧派人去到救灾，其中高雄特殊大队经过4天的搜救了后，即马已经登去到高雄啊。那市长陈其迈除了颁发加菜金，嘛予特殊人员2天的公假，互因会当好好休困。你若拢是逃山的国际救灾车，登来到基地，
放山湖1楼的隔工就出发去光复乡救灾高雄特殊大队，离到技术任务转来高雄。市长陈其迈亲身来到现场迎接，行礼致意。谢谢大家，谢谢。花莲光复乡受灾严重，各县市上桥接到机关的请求，拢来到灾区搜救。对光复乡中华路有走过到马太安溪溪床，林警员甲搜救狗行入去巷仔甲徛家内底，唔拿找人，嘛爱救搜救狗。发现 Mina 跌入那个泥潭的时候，其实我当然是吓一跳，因为她就等于同于是我的女儿一样，所以就是心里是非常的担心。是没有一些明显的外伤的。那后续几次的任务也是有持续监控他一些生命真相啊，还有一些肉垫的受伤状况是都还 OK， 所以评估是可以继续执行的。大水地灾区留下真侪烂土，唔拿互搜救狗打坑落落去烂土区，现场也真侪山流的水。搜救人员真无简单，伫2公尺深的烂土找到罹难者，运出来时也真危险。力量很大，所以你光要这样子要渡过去，其实是一件本来就是一件很困难的工作。所以我们要用人力的方式去把前面的水流让它分流，然后把大体放在我们人的后面去保护，然后让它这样子渡河。搜救狗甲翁仔伫佚佗，尽管搜救环境比去年花莲强烈地震更加困难，45位救援英勇甲5只的搜救狗，有缘伫有限时间内底圆满完成32件找人，也是安置这任务，祝福灾区民众安全。记者综合报道。马太安溪桥捡大水冲登去，台九线嘛未通，就要行193管道。目前已经启动交通的管制。为了要让救灾较顺利，交通部已经在做便道，按算10月中就会搭好势，而且嘛要伫咧马太安溪桥水头的方向搭更铁的便桥，按算旧历过年进前会来完成。怪手无形清雨底，马太安溪桥被冲下去，互台九线断去。交通部规划短期按时完成雨底涵港便道，疏解交通需求。不过其实大量车流已经先进入193管道。年假期间，真侪志工想要去花莲光复乡协助救灾，不过爱随路行真下193管道，造成真大车流甲车祸。虽然已经启动交通管制，所愿塞车情形，不过民众希望便道能赶紧完成，再上不足就免过细节大连。你要是水大一点，这个变道都很危险的，所以一定要有人管制，怎么了？这边好像有一条嘛。当然是不方便，要绕比较远了。因为交通现在就是走那个193线，很塞哦，要绕啦。交通部计划10月中完成南北各一条涵港便道接台九线，已经在施工了后，等互救灾车甲小型车更较顺利进入光复灾区。要地方平台建议用两关本桥附近代替旧崩坑来起便道。这个隧道啊，不像我们一般的车型隧道，它的宽度啊，宽幅大概是4.1米左右。然后它的高度还有照明的这个设施啊，是不供通车使用的。就是一样2处南北各一项，然后会往那个就是接到台9线的部分。因为元桥两边受损严重，交通部目前规划伫元桥水头较无偌远的所在搭更便桥，共款直接跨过马太安溪，按算明年农历过年进行应完成。记者综合报道。咱南海公路东单场站，公路局已经有先开一条人会当行的路，不过因为交通还是真无方便，山区有300多个村民要掉伫内底。加在部落的少年人因派物资、布链送去山区内底，互遮的灾民。南海公路东单道路受损断去，山区300多个居民受困1礼拜。公路局抢修出进行便道，已被部落族青年自发组成6人爱工团。爱海团乡公所甲兵役代表准备物资，每人派5到60公斤，行将近6公里，佮将物资交互伫路咧等的村民手头。我们平均一个人都有加一个差不多20公斤、25公斤的油，对，然后再加一些罐头类的会比较重，然后一些小朋友的奶粉跟尿布。不过台电台东区处经过自备自治的清修，暗时全面恢复部落甲离岛村300多个居民的用电。公路局自告继续清修，菜合棚坑口的土石也清空。目前这村蛤蟆路段也在清修，按算31部下搭好车行便桥，后山区农产品送落山。记者综合报道。
继续咱要来换看西屯有一间不动产加盟店的负责人，伊去互指控讲，伊对2020年9月份到呾，用贷款触体、投资通食红等等的理由，共诈欺超过20亿。了后，这钱当的伊就做伊逃走出国去互通缉，而且因为泰国转来，随去互警方抓起来，目前已经裁定羁押禁见。这个姓叶的查甫人，就是西屯区一间不动产加盟店的负责人，因为涉嫌吸收资金超过20多亿走出境。27暗，因为泰国飞转来桃园机场，就获警方逮捕，随着送回台中地检署归案。认定叶姓被告涉犯诈欺取财、非法经营银行业务等犯罪嫌疑重大，所犯为最轻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有逃亡之事实及灭证、勾串共犯证人之余，于昨晚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姓叶查甫人20走去泰国，26号就互注销，台中地检署也发布通缉，伊家己知影难道法律责任，也伫27回台。28号检方声称羁押禁见核准，被害人指出，姓叶查甫人为2020年9月到这个月初，伊利用投资、贷款厝等的会议，讲有动门的利益，和亲戚朋友同时提出资金，有人甚至要去民间贷款借钱，欠大笔的债务。伊伫摕到20亿资金了后，就无消息，目前估计大约有50人受害。他连最后要走的时候还跟我调了50万的现金，那总金额的话现在3300多万。我们的政府单位出来，可以跟银行协商了。我们这些人不是不愿意还款，而是真的无力负担。受害者表示，对于敢会当摕回来资金无抱希望，也计划组成自救会，寻求法律协助。规个吸收资金案，敢是要有其他的共犯，还是有集团涉入？检警也要进一步的追查。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在台南有一个70岁阿桑，伊去因外务员的头路替人咧办代志。前一阵仔，伊去互派去台中收钱，毋过煞是去互警察抓起来。了后，才知影讲，原来伊咧做的工课竟然都是车手，才知影是去互诈骗集团利用啊。警员伫大路将这个富人人抓落来，超出相关的小铺甲现金。富人人甲警方讲，家己只是奉请的外务员。你拿完之后拿给谁？我不知道拿给谁。阿姨，知影这是车手的工作？我唔知影迄是车手，伊是讲外务员啊，因咧拢有答应啊。警方详细盘查，发现富人人已经70岁啊。富人人向警方表示，家己因为脚头虎疾病，行路无方便，也毋过因为欠钱生活，透过网络找投资公司外务员的工课，为台南到台中来收钱，并讲家己毋知影是替诈骗集团做车手。台中市北区一处大楼契货前来面交34万元投资款，且高龄70岁之陈姓女车手。陈贤虽辩称不知被诈骗集团利用为车手，检方依法将富人人上办，检方也以违反组织犯罪条例、诈欺规则文书、加洗钱等罪嫌起诉，向法院求处1年2个月以上的有期徒刑。专家指出，最近几年，诈骗集团为着洗防火墙，出款的车手也渐渐为青少年转变为外籍人士，还是有年岁人。有时候你觉得要帮自己增加一点收入，结果呢到社交媒体上面去看到人家在应征工作，会利用这种知识比较没有那么深入，或者是比较没有受到不知道社会这个变化已经这么快的这个情形的人呢，你就可能会误入这个歧途。犯罪专家指出，年长者担任车手的比例愈来愈悬。一寡诈骗集团都是看准年长者想要食家己找工课的心态，以外部工作也是免经验做包装，吸引唔知影的长辈到底诈骗。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咱伫咧婚姻死湖的保寮，最近伫咧宝华附近出现30多地废弃物，内底包括装仔架、甲脆玻璃等等。目前环保局已经调监视器咧追查，上当会关5年，罚1500万。30多包的太空包，内底拢是人单调的装仔架、甲茶帮等等的物件，放喺伫咧婚姻县四湖乡保寮的宝华边啊。民众看到这个情形，拢感觉实在是真失德。唔知这唔知安怎来嘛？唔知，这不能很管嘛，对吧？对啊，也是要啊，因为像这边比较没有人会注意到，就会有很多人都跑来这边乱丢东西。当地有民众讲，连假前几天就看到货车驶入去宝华2界，甲一地太空包放伫宝华边。
伊当阵伊就是讲是时间的车，想袂到内底藏的拢是烟格废弃物。针对这点，云林县环保局表示，已经有点附近的监视器积极追查。检查内容物全部是营建粉和废弃物，现场没有行为人。目前协调警方查阅监视系统当中。由于该处经查是属于经济部第5核trang分署全管的地方，我们目前协调核trang分署可以紧速来清除了环保局讲，若是查到行为人，会照废弃物清理法第46条来上班，判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会当并科1500万以下罚金。若无找到行为人，最近会依规定，函请看守单位赶紧处理，尽管理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地方上头，咱要来看阿里山的邮局花，这是咱台湾原生特有种的植物，一般生伫咧海拔1000公尺以上。这种邮局花唔惊烤花，而且是真有经济价值。即马绿草农会甲家己大学合作来做服务，希望会当甲阿里山的邮局花，嘛希望会当发展做地方特色的产业。农会员工按照白块距离，甲阿里山邮局花一丛一丛种落去土，为着要呼吁阿里山邮局花，家己县绿草乡农会甲家己大学合作，要伫这2分大有机农地饲进3500丛的阿里山邮局花。它原本是高山的作物那下来有用一些仪器测一下，它在平地应该还是可以过得不错但还是不太确定，因为毕竟就是一个试种嘛。阿里山邮局花是台湾原生特有种的植物，上早是伫1914年的时阵，互一位法国的植物学者伫阿里山地区发现，家己大学的植物研究团队试种了后，发现伊有经济价值，们会当加工做产品，而且种出来品质甲产量拢真稳定。在日前，我们也协助农科院那边向食药署那边申请那目前也正向表列，它是可以当做食品那未来如果农民在栽种成功之后贩售的话，也比较有保障。咱先用农会的资源咱家己先来试种试种成功了，慢慢达到有商业效益的时阵，咱才来推广给农民。绿草农会表示，即马种的这3500丛阿里山邮局花，按算伫11月到明年2月会当收成，会配合家己大学来研究开发做地包，希望大会当推广真做是绿草乡新的地方产业。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伫鹿港有民间团体办台文行大活动。带民众去糕饼店、甲金纸店熟悉市场的台语，而且佮安排写大字的老师来教民众写台文，希望互大家唔但讲台语，也佮会当认捌台文的书写。一群人咧踅传统糕饼店，有草仔粿、发粿加红圆，原本就是用台语发音的食物。过来去金纸店介绍拜拜会用到的各种金纸。中华鹿港有民间团体举办行大活动，要互民众熟悉市场的台语文化。用拜拜这2个字，伊主本应该就是台语嘛。咱来讲大拜拜，它拜拜听起来就是拜拜。台语毋是一种附属于华语的物件，伊是本地就存在的。透过这活动，一方面是鼓励这店家会使继续用台语来甲在顾客来介绍。用台语其实保存了足侪较早跩物件的用法，嘛会使甲这文化甲语言会使继续传落去。除了带民众去糕饼店、金纸店熟悉市场买卖的台语讲法，主办单位嘛规划用书法写台文字的活动，唔但要鼓励民众加讲台语，嘛希望推广台语其实有字的这件代志。一个语言要刷落去，唔是敢若听敢若讲，就是咱嘛最重要，咱渐渐爱甲台语的字找转来，台湾这块土地母语才会使传落去。我家己是做设计，甲文化是较有关系，语言的系统要甲做文章，也是讲要去甲书写乱，一定是文字是一定是必要的。主办单位表示，来参加活动的人，大部分台语拢会晓听、会晓讲，但是对台文字就真生分。但是语言的传承，除了听甲讲，更加要紧的是爱有文字系统的支持，才会当互语言世代传承。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有关健康的消息，咱要来看，昨天是世界心脏日。根据统计，40岁至60岁查甫人心脏脱气发生的比率最近是有咧升悬，而且这患者的年岁嘛有愈来愈少年的趋势。医生就提醒，少年的患者上主要是因为高血压甲食薰造成的。若是出现胸腔杂杂，也是会痛，上好是赶紧去予医生看。
有专业人员辅导民众线内学习 CPR。9月29是世界心脏日，专家提醒，即阵出现心脏病患者年纪更加出色。40岁的病人，他是院外猝死了，他胸痛就倒下来了。不过他朋友很快把他急救啊，不要只有说大家都在一直叫啊，都在叫医生，可都没有人做任何急救动作。医师分享有40岁的男性个案，因为冠状动脉倒前杠机塌去。歌唱一半，煞熊熊发作。也有一个42岁面点的头家娘，腹肚无爽快，想讲是胃肠问题，拖2-3天煞熊熊昏去，才知影是心肌梗塞。也有接触刚35岁的少年患者。可能就运动比较少，压力比较大。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心血管疾病当年夺走2050万条性命，排全球死亡原因第1名。另外，心脏基金会嘛观察，这几年40至60岁男性心肌梗塞发生率大幅度提升。另外，佫提醒，绝对袂当疏忽食薰这项危险因素。心脏上面血管发生问题，最常见的症状当然就是胸口的不舒服。这个是常见，但是它的表现其实是千变万化。在台湾，50岁以下的人发生心肌梗塞，最重要的原因有2个，一个就是吸烟，一个就是胆固醇高。因为30-40岁的中壮，他可能没有高血压啊，他也没有糖尿病啊。心脏基金会指出，食薰的人发生心脏疾病，包括心肌梗塞、心绞痛这个疾病，风险比无食薰的高2至4倍。呼吁有高血压、高血油、高血糖，还是家族病史的民众，爱量早戒薰。另外，规律运动，定期监测血压，随时监控心率，远离疾病的危险。记者采访报道。即摆时代因为医疗进步，有愈来愈侪人就算已经过退休的年岁，只要身体要勇勇，就会继续做工课。亲像伫咧瑞典有一个81岁的 DJ， 已经65岁做到大，伊放的音乐一直拢真受欢迎，会当讲是伊家己的第2人生，经营到真精彩。伫舞厅内面教舞无一定是少年人的专利，像伫斯德哥尔摩的这个舞池内面，上吸引人的是舞台中81岁 DJ 格罗利亚，伊放的音乐，互中年人拢会袂记家己的年纪，得到音乐跳 disco 的舞步。Gloria, she's the best ever DJ we have in Sweden. She's over 80 years old. She promotes all those women. She makes them strong. Look at them. They are young forever. Love her. If you are 55 plus, it's not so easy to find somewhere to go. And Gloria just started this for all of us. 认真做家己爱做的代志，定定就会袂记家己的年纪。本名叫做曼森的格罗利亚，虽然已经81岁，不过伊的活历是未输18岁少女。曼森少年的时阵是爵士歌手，也捌做过服装设计。经过翁婿过身，甲事业失败，伊伫65岁重新振作。甲伊同年纪的人拢退休，不过伊向美丽的未来踏出一大步，开始学做 DJ。伊的乐曲锁定 disco 甲欧陆流行音乐，伊主持的时段也真侪派对的经典组队，只敢让50岁以上的人客入场。Och så att idag, sen kanske 10 år tillbaka, nu har jag varit DJ i 16 år och idag är jag jättebra, jag tycker själv det. Men jag var jättedålig i början. Idag känner jag mig trygg och säker. Så jag vågar ta ut svängarna och jag vågar liksom jag vågar mycket mer. I början, när man är osäker så vågar man inte så mycket. Då spelar man bara de där säkra. 退休了继续工作，并无一定拢是因为财务的考虑，有当时是要追求身份的认同、人生的目标甲生活方式。每一种退休的工作拢有好有歹，按照个人的情形去拣上适合的。有当时是大人工作，也是因为社会需求。像日本，因为能力无够，退休年纪延长，愈来愈侪是大人也搁伫咧工作。日本总务省调查，2024年65岁以上也搁伫咧就业的人口930万人，就业率25.7%，比前一年增加0.5%。Of really feeling like you have good friends that you can talk to, and again, kind of generativity, kind of feeling like you're doing something, not necessarily through work, could be through volunteering, that's meaningful. 伫咧新高龄时代，退休并不是人生的重点，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伫后一段人生定义工作的意义。专家也建议，老了无论是为了财务或者是其他目标，想要继续工作，
那呢，伫咧正值中年时阵，就要开始筹备退休了后的工作能力，来迎接退而不休、精彩的新人生。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伫沙烏地阿拉伯觀光的聖地艾卜哈，熱人的時陣天氣也是涼涼啊，所以真濟遊客攏會真愛去遐行踏。即馬當地政府為着要拼多元的觀光，應該美國古牛仔的文化搬入去沙漠，是真有特色。伫牛仔帽穿着流苏外套的表演者，缀着音樂伫咧跳舞，边仔要装作一年安人的演员，互大家的觀眾看甲津津有味，有的摕手機一直翕，有的缀着音樂伫咧拍譜啊。即個真有美洲歷史文化元素的戲劇，表演的所在煞是伫咧沙地阿拉伯的西南部阿爾西省的首府艾普哈，因為艾普哈所在地2000公尺的海拔遮爾懸，熱天的溫度甲其他的阿拉伯城市比起來袂遐熱。八月上懸的溫度未超過24度，所以真濟阿拉伯人會來遮享熱，享受山頂清涼的空氣。當地政府就趁着即馬觀光客上濟時陣，佇咧遮設一個真有美國西部文化的牛仔店，互遊客佇咧遮享受多元的文化。طبعا ما أخفيكم احنا عرب وأبناء بلد وسعوديين معتزين بهويتنا وبعروبتنا وبثقافتنا وبداوتنا ما نجحد هذه الهوية والهوية هذه موجودة في دمنا لكن الهدف من أن سوينا الطابع هذا هي أن ننقل السياحة السعودية لأبعد نقطة。這個牛仔店的導演講，一啲中東地區展現美洲文化，唔是忘本，是為了要吸引更加多觀光客。當地政府講，艾布哈的表演已經超越宗教，成為阿拉伯推廣多元旅遊業的重點。كل شيء استثنائي، أنا خاصة شفت تجارب نفس عندنا هذه اللي كان في أمريكا عبد الحصن كوبوي، كان في أمريكا مثلا أجواء حارة ودنيا، هنا في أبها تجربة حلوة، الأجواء باردة الأمطار مع التجربة هذه شيء خيالي يعني。當地旅遊局講，沙地阿拉伯伫咧2024年總共接待1億1600萬的國內華旅客，比前一年增加6%，所以閣再增加組隊樂園，親像是騎馬射箭的體驗，或者是動物的表演，來增加牛仔生活的真實感受。目標是2030年，互來阿爾西省旅遊的觀光客人數增加2倍到800萬人次。公司新聞沈樂培編輯。天氣報你知，咱來看今仔日各地溫度。北部地區上加26度，上懸36度；中部地區上加25度，上懸33度；南部地區上加25度，上懸33度。東部地區上加24度，上懸32度。咱來看外島地區26度至31度。還有這3日的氣象。感謝鄉親收看今仔日早起新聞，我是丹妮，明仔載同這個時間，咱再會。